Hello，各位香港街坊，大家好，我係暢遊假期老闆娘蘇太，今日同大家推介超抵玩嘅新興5星金水台溫泉3日遊，平日周末同樣價錢，只需要港紙599蚊。第一日我哋由深圳關口集合前往江門，中午品嘗道賢涼瓜花膠鋪同埋呢個脆皮燒鵝園。提早入住進5星金水台溫泉度假酒店，可以尊享無限次溫泉暢遊水上樂園。晚餐酒店享用豐富嘅自助晚餐。第二日中午品嘗陳皮老鴨湯圓，再前往影視打卡地江門33墟市街，給打卡詢問西路步行街，感受嶺南墟市嘅煙火氣。晚上入住中山萬維酒店休息。第3日品嘗花開富貴菊花熬雪花園，隨後前往南沙14涌海味鮮果市集一條街，自由選購地道嘅手信。中意浸溫泉玩水上樂園品嘗美食嘅朋友仔千祈唔好錯過啦，快啲過嚟報名啦！我哋嘅諮詢電話同埋 WhatsApp 都係69546128，記得關注我哋嘅視頻號，繼續會有信嘢分享俾大家嘅。最後尾祝大家暢遊無憂，得閒齊齊玩，多謝大家。